际扶轮社邀请在地国小学生到农场去挽番麦，就把这个番麦送予社福团体，予食农教育来定根，嘛兼顾公益。国际扶轮社和客家青农会长作为发起食农教育组公益活动，予学生熟悉食物对山地狗产地的过程。那小孩子采到的东西，我们有1半以上的东西呢，会捐助给我们附近的在地的社福的单位哈。那我们携手也透过这样子的食农教育，带着孩子一起来做公益。番麦田是客家青农会长李必忠提供的6分地，提供予12间学校的学生进行食农教育的课程，嘛将学生买来番麦捐予社福团体。小朋友都只知道餐桌上面的东西，其实他不晓得它是怎么来的。刚才很多小朋友到里面一下子这边很痒，那边很痒，我跟他们说，你就知道农夫是很辛苦的。将农产变作教室，予学生熟悉食物对生产到销售的过程，来推广食农教育的理念。